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又一村內街玉蘭閣嘅單位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物業嘅停車場同埋大廈嘅入口呢個通道非常之闊落。今次為大家介紹呢一個玉蘭路玉蘭閣嘅單位呢，實用面積係789尺。依家我哋就係睇緊單位嘅飯客廳，從客廳嘅窗嗰度可以望到出去呢，就係望返又一村附近一帶嘅樓景。而呢個位置呢係飯廳嚟嘅，呢一度可以擺到一張6人用嘅長形餐台。單位係屬於3房1套嘅間隔。首先呢就係望下主人房，主人房嘅面積呢都相當唔錯嘅，而且係訂做咗一大排嘅入牆衣櫃。行入去主人房浴室，浴室呢之前都裝修過嘅，保留返係用浴缸。另外2間客房嘅面積呢都相當實用，擺放書台、衣櫃同埋床架呢都完全係冇難度。客廁係採用企缸嘅設計。正方形嘅廚房3邊都做咗櫥櫃，預留咗擺雪櫃嘅位置。呢個單位最特別嘅地方呢，就係喺客廳對出有一個小平台，可以擺放洗衣機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，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